第13課，地球是我們美麗的家園。地球是我們美麗的家園，人人都要愛護它。地球上有陸地、山峰、冰川、河流、各種海洋生物、飛禽走獸和各種植物等等。這些豐富的自然環境和資源，也是提供水和食物給人類及各種生命的主要來源。如果這些資源受了不良環境和廢氣的污染或破壞，便影響了地球上的生態環境。這樣，我們的食物和水源也跟着被牽連和損毀了。將來我們飲用或吃了這些被污染的水和損壞的食物之後，便會帶給我們各樣疾病，甚或死亡。所以，我們要努力保護這些天然的生態環境，不應該糟蹋或損害地球所供給我們的一切資源。地球真的是我們美麗的家，快來好好珍惜和愛護它，好讓我們世世代代都能永遠快樂地享有它。地球是我們美麗的家園。生字詞語：地球、家園、保護、愛護。4. 陸地。5. 山峰。6. 冰川。7. 河流。8. 各種。9. 海洋生物。10. 飛禽走獸。11. 植物。12. 豐富。13. 自然天然。14. 環境。15. 資源。16. 提供。17. 食物。18. 人類。19. 生命。20. 主要。21. 來源。22. 如果。23. 不良。24. 廢氣。25. 污染。26. 影響。27. 生態。28. 牽連。29. 破壞。30. 損毀、燒毀。31. 疾病。32. 不應該。33. 糟蹋。34. 珍惜、愛惜。35. 好讓。36. 世世代代。37. 永遠。38. 享有。